大家好，我係變態中女。如果你喺 Google Earth 上面突然見到一隻大眼睛出現喺地面，你會點諗呢？最近泰國巴吞他尼府就出現咗一個令全國關注嘅神秘地點。由高空望落去，佢幾乎係一個完美嘅圓形，中間係一個巨大嘅綠色圓盤，仲俾水包圍住，成個形狀就好似一隻眼睛，所以被稱為 The Eye， 泰國之眼。消息曝光之後，網上即刻出現大量嘅猜測，有人話係古代文明遺跡，有人話係人工建造設施，更加有人話會唔會係外星人停泊 UFO 嘅地方，而發現呢個地方嘅人竟然唔係地質學家，而係泰國著名政治評論員 Kun Barinya。佢表示其實自己2年前已經透過航拍發現呢個地方，之後一直繼續觀察，最近先決定公開，原因唔係因為發現外星人，而係因為擔心呢個地方會消失。事件公開之後，Kun Barinya再發布航拍影片，畫面顯示島上全部都係濕地植物，例如蘆葦同沙草，而且完全睇唔到有路、建築物、工程設施，甚至任何人工改造嘅痕跡。於是佢提出咗一個推測，呢個可能根本唔係島，而係一個巨大嘅浮島，大量植物嘅根長年纏繞，形成一個漂浮喺水面嘅植物平台，隨住風吹、水流推動，慢慢旋轉，長時間同岸邊摩擦，最終形成近乎完美嘅圓形。而講到旋轉浮島，世界上其實有一個非常出名嘅案例，位於阿根廷嘅 El Ojo， 西班牙文嘅意思同樣係眼睛。經過多年研究後， El Ojo 已經被確認係一個會慢慢旋轉嘅浮島，因此一直保持圓形。而泰國呢個 The Eye， 無論大小、外觀甚至形成環境，都同 El Ojo 非常相似。之後泰國 JISTA， 即係地理信息與太空科技發展局，亦開始研究事件。最初 JISTA 同時考慮2個可能，第一係自然形成，第二係人類活動留下嘅痕跡。因為巴吞他尼係位於湄南河下游嘅平原，河道長年改變，本身就有機會形成特殊嘅地貌。另一方面，當地亦有農民、養魚及水利工程嘅歷史，所以唔能夠排除人為嘅因素。不過經過無人機調查之後， JISTA 最新嘅結論認為呢個確實係由水生植物形成嘅天然旋轉浮島，而且島嶼會慢慢自轉，正正因為咁先可以維持接近完美嘅圓形外貌。換句話講，呢個所謂神秘巨眼好大機會唔係外星人，亦唔係秘密基地，而係大自然自然創造出嚟嘅作品。不過故事去到呢度仲未完，因為發現者最關心嘅其實唔係神秘現象，而係保育。佢指出呢片土地屬於私人公司擁有，而且附近已經有社區同工業設施，如果冇人重視，未來有可能被填平、改建，甚至徹底消失。所以佢先決定公開資料，希望得到社會嘅關注。而事件曝光之後，巴吞他尼府行政機構亦表示希望邀請濕地專家進一步研究，同時探討保育方案，甚至考慮設立觀景設施，以自然保育同生態旅遊方式保存呢個地方。由一個神秘圓圈開始，由 UFO、外星人、都市傳說，最後回到一個非常現實嘅問題，當一個自然奇觀被發現之後，人類究竟應該開發佢定係保護佢呢？而 The Eye 未來會變成世界級自然景點，還是會繼續安靜漂浮喺濕地之中，仍需要時間去確定。多謝大家收睇。